而家要去完先。啊係喎，要去完先吹喎，我生日都唔開心。希望新嘅一年，我可以完完全全咁活出真實嘅自己，同埋係誠實咁樣去面對自己咯。例如可能着衫咁樣啦，其實我自己係好中意着啲好靚嘅衫，我想着一件好鮮豔嘅橙色嘅衫，即係例如類似呢啲咁嘅色啦，即係唔係真嘅，但係類似呢啲咁嘅色啦。我會覺得即係可能大部分人都係着黑白灰咁樣，跟住我着一件，跟住喺成群人之中我太突顯啦，跟住我就覺得好尷尬咯。其實我之前一直好唔夠膽，即係 show 自己咯，即係就算你話朋友都唔係好夠膽展現自己咯。即係我本身我真實嘅我係點，即係例如我中意啲咩，我點樣諗，唔敢過度分享自己嘅嘢俾朋友咯，即係驚佢會見到我最真實嗰面，所以跟住我就好驚人哋會遠離我咯。其實我一直唔夠膽同人講啊呢樣嘢。嗱呢樣嘢我真係覺得我自己係，哇死啦！個個人都係咁諗，我唔係咁諗喎，我覺得我自己好不接地氣。但係我本身呢個係迎合人咯。表面上我會咁樣點頭應，但係我其實心底裏我會覺得有自己一套咯。我覺得我成日好似一個老人家，即係飲食嗰啲，其他人都唔會咁在意啦，但我就會好在意咯。即係可能大部分即係可能養生啫你。係啊，我就比較養生，但我唔會夠膽向人哋 show 我好養生呢一面，我覺得可能人哋會覺得好奇怪。抑壓住自己啦，所以我有種好強烈嘅慾望，好想做自己，所以我咁強調做自己咯。即係可能對住塊鏡望到自己嘅時候咧，跟住就會有種好唔中意啦，好唔滿意而家咁樣目前嘅自己咯。前嗰排或者可能直至到而家為止，我都係不斷喺一個舊嘅模式不斷咁循環咯，即係 loop 完又 loop 完又 loop 啦，即係永無止境，即係好似感覺上自己不斷咁，即係可能行幾步，跟住又翻去原地嗰種感覺，你明唔明啊？我覺得我之前有一排咧，即係自我價值低到係需要去好強烈去需要得到人哋嘅肯定，我先可以獲得價值咯。所以我會係咁表達咯，我想人 like 我咯。係咯，跟住我就會覺得啊，原來咧我係都有啲價值嘅咁樣咯。每次我一表達完一啲嘢咧，我通常我就會完全唔睇咯，可能隔幾日先睇，因為我好恐懼，可能有人會討厭，或者好恐懼冇人睇。好耐之前至到目前為止，我都係覺得我潛意識都係覺得我嘅表達方式係一種出醜咯。再之後就引申出各種我對各式各樣食物嘅恐懼咯，因為我好驚濕疹再次出現喺我身上啦。我係完全控制唔到自己，其實我已經係個咀嚼肌已經咬到有少少唔想再咬，但我真係唔得啊，唔可以啊，我唔滿足啊，我好羞恥啊，講出嚟唔知點解。你哋話我今年會唔會揾到食到痛苦？我真係覺得好孤獨，有種好深嘅感受，覺得呢一個並唔係真正嘅我咯。前嗰排喺度諗啦，即係既然我決定咗我要做自己，咁究竟做自己嘅真正意思係啲咩呢？做自己即係做真實嘅自己啦。咁你起碼都要知道究竟你真實嘅自己係點樣，你先可以做到自己噶嘛。咁但係我就會喺度諗，咁究竟何為真實嘅自己呢？咁我又要即係點樣我先可以100% confirm 確定呢個就係真正嘅自己呢？皮膚真係勁差咯！其實我對我自己塊面係真係好冇自信咯。點知我都係縮埋一個。你唔想同媽咪講啊？我冇朋友，唔好意思。俾我揾到有一種
歸屬感，一種我就係屬於嗰個群體嘅感覺，我冇，即係所以我會覺得我自己好奇怪咯。覺得一直以嚟我嘅課題都係圍繞住人際關係咯，真真唔識得點樣同人相處，自我封閉。之前嗰一排我濕疹好嚴重，跟住就搞到我失眠啦。不過我失眠就唔點無啦啦講失眠。例如我失眠啊，係點解我會講失眠？我對咖啡因嘅食物，我係有好大嘅恐懼嘅。如果我10點鐘飲咖啡嘅話，咁我就今晚可能4、5點都瞓唔着噶啦。灌輸俾我自己大腦就係、你食蝦食牛食乜嗶哩吧啦嗶哩吧啦，一定會起啊！連我自己我都唔確定，究竟我嘅表達係咪啱嘅咧？究竟我想創造嘢，我想表達嘅內容究竟係咪真係啱嘅咧？好記得咧，我媽爺曾經同我講過一句話，我有時候喊。你唔好佢咧係話，即係你咁嘅人，你仲識到啲咩朋友咧？即係你呢啲。流出藍色眼淚嘅大佬。其實我已經 OK 喎，即係你呢啲咁奇，呢啲性格咁奇怪，識咩朋友？乜有人想同你玩嘅咩？跟住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深深落入去我嘅心，我就覺得可能真係好奇怪，冇人想同我做朋友，根本冇人中意我咯。我係一個睡眠質素好差、容易失眠嘅人。我係一個只要攝入咖啡因，夜晚就會瞓唔着嘅人。我係一個皮膚唔好、有濕疹嘅人。點解我成日都要將呢啲字同我自己綁埋一齊？我係一個脆弱且多愁善感嘅人。我係咪一個經常悶悶不樂嘅人？本身嘅我就係一個孤僻不合群嘅怪胎。我係一個內向、不善於社交、不受歡迎、被好多人討厭嘅存在。我係一個注定揾唔到同伴嘅人。我係我過去所有經歷嘅總和。佢哋係咪就係真實嘅我？究竟我係邊個？真係有必要問真實嘅自己係邊個咩？所謂真實嘅你，真係存在咩？如果你以目前嘅身份
狀態度過呢一輩子。喺死亡嘅嗰一刻，你會為咁樣嘅自己感到驕傲嗎？當你定義咗自己係邊個嘅時候，你就係嗰個人，你就會過住嗰一個身份嘅人生。當你選擇咗嗰個身份嘅時候，就要承擔佢所帶嚟嘅結果。選擇本身並沒有對錯之分，但你真係願意一直以你目前所定義嘅身份度過呢一輩子嗎？如果你可以成為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你究竟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？究竟想過一個點樣嘅人生？你只係投射出他人嘅一面鏡子，你心裏唔係一塊取悅他人，使他人感到舒適嘅鏡子。你存在嘅目的係成為你自己，你嘅不同係送俾呢個世界最珍貴嘅禮物。佢唔係你嘅奇怪之處，而係你最獨特且美麗嘅地方。展現自己並唔需要感到羞恥，正因為你選擇散發出與別不同且專屬於你嘅光彩，你拓展咗呢個世界嘅多樣性同可能性，去唱出你心中嘅感受，去容許呢個獨特嘅面向見到光，喺黑暗之中綻放出嚟。你有時候可能質疑或者否定而家你所行嘅呢條道路。喺現階段，你可能未必真係聽到一個人出現喺你面前同你講你做嘅嘢係啱㗎，我好欣賞你。可能真係未有呢個角色去肯定你，但係我哋想同你講嘅係，你目前所做嘅事情係啱㗎，係真係正確㗎。請相信自己內心嘅聲音，你係自由㗎，你嘅背後沒有沉重嘅枷鎖，你可以放過自己。該離開嘅就讓佢哋離開，該死去嘅就讓佢哋死去，該放手嘅就容許自己放手，就讓舊有而沉重嘅自己枯萎，讓全新嘅自己以更輕盈嘅步伐替嗰個自己走前方嘅路。就喺此刻，拎返起過往所丟失嘅所有力量，你係有強大嘅能力去轉變你嘅世界，你嘅潛力可能性遠超你嘅想象。我哋一直喺度等緊你邁出呢一步，過去已經重複太多次啦。係時候要進入一個全新嘅篇章，你準備好未？好感謝你願意釋放出自己內心嘅光芒，不再掩飾自己，願意讓更多人看到自己。看不到盡頭，覺得自己被困住了。
這個困住可能已經很久了。咪係時候要將一啲真係唔再適合你嘅嘢放手咯。唉，我而家呢一刻係特別有感受，好想講，你可唔可以話呢個世界咧，即係令我其實係令我唔舒服㗎咯，同埋都令我唔開心。咁點解我唔選擇過另外一個更好嘅生活呢？點解我唔選擇另外一個更加好嘅世界，令我更加開心嘅世界？點解我唔選擇呢？你有選擇權嘅，你有力量作出所有嘅選擇，你係可以放手嘅。而家嘅我真係好強烈嘅感受，覺得我唔想再咁樣落去咯。對唔住，請原諒我，多謝你，我愛你，我原諒自己，對唔住，請原諒我，多謝你，我愛你，我原諒自己。可能過往所發生嘅一切，特別是係喺舊模式之中不斷原地踏步嘅每一個 moment， 佢哋嘅出現，佢哋嘅發生，就係為咗我而家呢一刻選擇蛻變成另外一個人嘅呢個 moment 而存在咯。亦都好陳腔濫調啦，但我真係好希望你能夠記住嘅係，即係你值得過更好嘅生活咯。你係值得過更好嘅生活咯，你不止如此咯。我選擇釋放所有不再適合我嘅一切，我放下陳舊嘅執念，放下過去所發生嘅一切，因為佢哋已經過去啦。我愛過去所發生嘅一切，佢哋都係如此嘅美好，所有嘅經驗都帶畀我神聖嘅智慧與成長。我願意放下、寬恕，並選擇迎接新嘅開始。Such an inhuman. How many times could it have their own essence?
have always been there, so you have felt difference, but now you cannot hide. 請記起你真正嘅身份，你係力量本身，你係無限，你係一。嗰刻我就覺得我唔可以再咁樣落去咯，跟住我就選擇去。應該離開原生家庭。唔係離開，我選擇面對咯。而家係4月3號夜晚9:35，就係呢個 moment， 我選擇改變，選擇蛻變成另外一個人。着藍色嘅絲襪，不得了，好靚啊！我覺得。返學呢個係第二批嚟嘅，好靚喎，好好感受每一啖食物帶俾你嘅 energy。睇卡通片嘅時候，我就會覺得好幸福，睇嘅時候都會忍唔住笑啦，咁就帶俾我好多歡樂啦。大人的姐姐們，再嚟，OK， 你望向緊邊啦？幾正！而家呢一刻，你覺得自己係邊個？加油！我覺得我係一個自由灑脱、無憂無慮，好似風一樣咁嘅細路仔。但我要笑喎。喺天空之中，自在享受咁跳住屬於我嘅舞步。喺此刻，我覺得呢個就係真實嘅我。
就覺得我要相信我做嘅嘢係有價值有意義，就算人哋覺得冇都好，我都知道有價值咯。我段片我都想同自己講係唔好，又係講你可以隨意定義你係邊個，你有係有選擇，你可以選擇定義你自己係一個唔健康嘅人，咁你就要承擔呢個帶出嚟嘅結果咯。咁樣，咁所以我希望我想同自己講，你唔好成日定義自己係一個唔健康，有選擇嘅你健康。即係如果你係咁同人講，即係你想不斷咁confirm你係咁樣嘅狀況，咁樣嘅狀況，咁你就真係咁樣，跟住你就我都會忍唔住想呻生活好慘啊咁樣忍唔住。但我要提醒你，呢個係你有選擇權，你想成為一個受害者定係一個創造者？